方清白云娥接娘，现在有蔡姑娘临近庵堂，到后头花园里，望君之地白云仙而来。方太太自从菩萨抽帮下来，不肯精神，那么待过了之地花园里向竹林当中三间叫白云仙。老太将近1年等下来，儿子消息在户，老太精神未等。现在人是瘦得来皮包骨头，三过一张豆腐衣包了竹口杯浪向，头发白得像熄灯相放。老太做年的，自家从前还是好出身，自家也兵马大牛在杨丽杨粉玉，娘云阳公主，娘舅敖国国王金美玲郎，嫁个男人礼部天官，阿公当日再想儿子4岁神童，想得到今朝弄得等了庵堂里向几人里下，两人别色。我现在个人啊，三过一只孤眼落荒地。现在最为500人一个字手浪是儿是女。唉，这李君故意心是此，实子是偶已不爱。老身杨氏18年前后登永华，18年后弄到这般地步。小儿头亲秋风下落，千里人儿我闻凶险。这是头儿事情，因而当家相聚，六日挨门。生女在亲，苦虑复大，1年光景。哎呀儿啊，你真是好福下落，看来为娘这几根老骨头要身上一下，可得了。想我老年身作异乡闻，过日风雨张狗身。想我们都见头后，谁非死？1年光景尽余生。想杀非生与谁情谊，只怕老师们哪个分？上本后，定儿说忘本分人。老太做你的日里向到为好，菩萨面上装香点烛，一到窑里向房间里向。一盏油盏头，
一点点个火像骆驼似的，隐隐相吊，凄楚啊！想我是三日清香小不醉，倒回来一顿勾引不完魂。在在雨中悄悄听，把那你今生凑闻了你书生。有辰光夜里向想说听见自家儿子读书声音，师声朗朗，不晓得不对个。两个光浪头夜里向临困之前，让做夜功课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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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当时自家儿子读书个声音啊。想我是反比死而不见。梦闻中，我是在太平村，母子已入40阴。想我梦闻中，不是分离口，哪知晓玉手里人我的梦已醒。经济唱破我这都有梦，你听你吧，替自家儿子不旁头，倒还是夜里向困了子做梦，梦头里向替儿子旁头。好像成就了那糊涂太平章，我了文堂里向放书足步，儿子用功读书，没好。几节一节，拿我梦操心，一操心儿子不可见。哎，我到今日还有啥娘，我一直等到梦头里向，好得儿子旁头呀。想起心，何必说梦病？滴滴答答很梦神，故乡哈梦来动个人心。但有今宵啊，再是换了梦，梦中儿上不梦中情，岂非是梦是生儿心？哎呦，说娘哦，再做个梦吧，儿啊！来老太郎千金儿子，蔡姑娘林子放晴喜鹊的此地把云仙。啊，姑爷，里边就是老太太了。带我进去相见不亲。没来，带小辈进去通禀一声。哎，对镜子里妈妈多花对子，说啥么？你是娘儿子呀，不必嫌你，何必呀通禀呢？蔡林子，像我们乃是母子。不必嫌你，何用通禀呐？哎呀，说的姑爷，那闲话是对，娘的儿子不必嫌你。晓得里向为年纪轻轻的小当家，再有服部的媳妇，知道不便，侪是年轻小姑娘。你现在自家身浪向头是打扮，看见娘老得这个样子，扑进去，被人家弄错脱，当然发火气的，先要通禀一声。这个闲话对个。万一里向有人，我是讲哭进去，被人家打我有毛病呀？搿不是讲通禀一声嘛？接受手指，相为太平记，通禀之后，说说相会。哎，是晓得了。蔡姑娘啪过来上场，推开半手，人到里向打一打上，上得来盲尊里向看见子也要哭出来，等心都雨都哭了海了。就说现在蔡姑娘搭上来一看嘛。心也收着，眼里也出来了。为啥？只看见老太一个动个分旁头呀，
一时酸，一时辣，真个像干瘪枣子个。这你对姑爷难再不来，老太太个的命还要理他着，让我上去吧。啊，老太太，小婢彩屏见老太太看清今而不。哎呀，彩屏啊，你好久为人来了。倘若你再不得来，我当子呢一浪生病啊，我有一命捞不进来，分满你了。若不该当啊，老太太，小婢要来恭喜老太太好喜太夫人啊！要来恭喜我，我不喜事，我也不只有丧事啊。哦，明白着。大概府浪向老爷天子夫人，你都小家求得活着，所以来告诉我听。彩屏啊，可是府上老爷夫人好么了？不是的，那是老太太身上的大喜呀！啊，杨氏身上的大喜，什么喜呀？啊，老太太，向我家后呢，反过以他来了呀！啊，你太真假？我家后呢，反过以他来了呀！啊，小儿他来了！儿啊！哎，杨氏啊，杨氏，你又在哪里做梦了？那一浪做梦着，那一清一白替儿子抚慰帮头着，那他现在。我眼睛一清爽，谁知过当下来对举了地浪向的彩屏一口嘛，嘿嘿，绝对是个梦。那还绝对是个梦，非但儿子不举了那彩屏才会有来的。哎，你到底上说啥么子呢？哪里的彩屏才不呢？哎呀，蔡姑娘听来了，他讲儿子来着，你不相信？不相信那外头，我觉得海里真来，年纪轻人，动作敏捷，快速落已经来起来了。老他年纪大，动作来得迟钝。等到那谁子当下来嘛，彩屏啊，扶了浪子。现在蔡姑娘过来，啪，两手上敞开着。啊，姑爷，是老太太这里说，你快进来吧。是。说是放弃。你的老上床啊，是听到娘的声音，已经在那春夜里。等到一台上床，啪打开，望到里向一口嘛，哈，就是放情为的你，说你想受了那个谁是我不娘啊？哎，娘睡得这个，拉得这个子，我们哪敢想得的？我们的娘到底分水2年之前。让他分当分水，2年之后，为得了那恶当纪念。谁人问他为某名今朝佛的妻子哟，母亲娘啊，儿见到来放弃真正做人，也想等到里向2个人再举我了。就是这个家，啪，拎起来之后，客厅上床真已经举在了那地上向。没办法，只好适应上戏这个水，让那2个心头的那想也是推。也是个娘，呀，母亲，娘啦！他是个几娘亲，一不善。
老太太当时自家有了浪做梦啊，想不到现在上场pan开日，亮光进来，李想有人让扑过来，扑到自家门前把双膝微笑，两只手在自家膝头上一放，读上太娘，嘴里那还娘啊娘啊！哎呀，老太做你的儿子声音我听得见。哎呀，儿子啊，你上来着？我当时在来不旁头这样，就说老太该个辰光，儿子不来牵见儿子，现在儿子一来，眼里像头水针织相逢，老泪纵横，一句闲话才明白。太太今儿收获吧。分户必作非分上，泪以后头来仔细，还被一会儿让双须起来蜂蜜嘛。病至半日，千言万语变出两个字：儿啊！娘啊！想必经历3年往后此去，想你是天涯海角金花大。那个小奴真亲的啊！我娘多脱头2年，我娘身体不好，有啥伤病落痛，啥人来当我说要请医生？你是就不想娘在故乡里儿在怀，我好比风中纸烛。擦干霜，山风咳嗽呀，咱们汤鱼不出水之乡，因此我心儿出门想，那个小奴母亲的。我娘的心思一点点才明白，我娘实在牵记来，趁我走得动的辰光，我要出门来寻来儿子，寻他子来儿子，哪怕得来死，也要死了一道，上得天各一方，儿啊！想回娘是。3月离家乡，千里走风霜，6月到襄阳，一个小营那路过就要送的女儿那风凉，听得两两三三大肚啊，十风地界我儿郎，是你女大都中性命上。今生中内再见，因儿你今朝到襄阳，遇得爱中来接儿的娘。倘若你再隔1年嘛，并不在，深恐你的亲娘上一下。儿子的对下拍马来哭一声儿啊！娘啊！方清听我这样一番闲话，这个心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像高处来这样痛。你再听听看，娘的老师。允许的我今朝来到该当，他是我再个的你不再来到此间，我就再也看不见娘子。
放进做你的今朝来到该当我要好好的看一看娘，对慌对起来对着娘的看，呼，来看，我对不把人死相逢，放进在里那行老夫是好到痛苦，呀母亲娘儿啊！是。来吃口头，一般我娘不大好。何以记得当辰光我喊儿子出来投亲，儿子不肯，你讲姑娘失礼，我讲不会，我一把为啥？当时姑娘到襄阳来的辰光，我有200多两银子，得知税收。姑娘到襄阳来，我喊你到得来，存了典当里。将来我儿子得法改变同地，不拿姑娘作为天王，儿子名落深山。关着里门内姑娘来拿，想不到现在那姑娘放回根本啊！李郎君里16枚，一股劲吞一毛不拔。我拿该桩事体也讲点不拿儿子听听。儿啊，娘啊，昔日为娘命里相凑投亲高见，并不是这样，那是于其于他。好，儿啊，是。才怪而为了金银之宝与不与装，想出许多不在庄里内，我们母子共双手帮。是母亲她必当上神到金国房，到将来你名落深山会，
一片酒香香呀。搿些辰光，我估计会的发病，我当知姑父外头人作兴要势利，姑娘自家骨肉送福回去，想不到来个叮当。我知道姑父情人对想来打，姑娘还上梁。知他伤尽良心，今日此想必居人，已不是他光。乡里是小小营里爹爹老，一内一头让门家，小姑娘是一上一百，并不吕不说，他这样人言人语人迷茫。总以为预备贫穷长辈，小辈别家长辈另一半，哪知他夫家富贵把母家反我今日兄弟上给山，可晓得？哦，方清你听啥么子？原来娘啊，你与同地人之神老姑娘的个。搿么在这个时期来，我前3年来到该当，我不是门内姑娘挑动的，我是门内姑娘特为动的个。姑娘，他是第3年内呀，不对同地人之不我，我也该替那个心啊。非对同地人之不不我，而且为呀，只想我狗我动身。这刚一看，姑娘的人家里苦过，娘啊，孩儿在此想想什么？那。到此结束。